Hello，歡迎大家收睇灣區樓市有一講一，我係 Tony。今日我哋嚟到咗西江邊啊，一個小島上面啊。呢個屋苑呢，自然環境非常之靚，空氣又清新喎。但係呢就比較荒蕪噶啦，因為嘅喺一個島嘅邊緣啊。依家一期已經係起好晒啦，喺我哋面前好大一個花園嘅靠河邊嘅咁嘅一個設計啊，非常之有 feel 啊。二期呢就喺佢一期嘅後邊嘅，咁依家 total 只需要40幾萬就可以上車呢個一線光景嘅豪宅啦。呢個屋苑到底值唔值得買呢？咁嘅質素又點樣？跟住鏡頭一齊睇下啦。神灣香山小鎮周邊情況係非常之荒涼嘅。目前除咗佢自身嘅屋苑同埋幾間工廠，周邊基本冇任何嘅建築物，包括交通道路出行都係未係好完善。目前屋苑周邊冇任何嘅商業配套，屋苑位置係位於神灣鎮嘅磨刀島啊，係四面環水嘅，距離鎮中心5公里嘅一個路程。咁從屋苑到港珠澳大橋口岸車程要30幾分鐘。屋苑嘅東南西方向都係西江河景，北邊係工廠同埋自建房，成個屋苑佔地面積比較大，分5期開發。目前1期已經全部起好晒，可以收樓，有少量嘅入住。咁1期都仲有少量嘅單位喺度出售緊嘅。依家主要推緊嘅係2期新建嘅3棟住宅。1期同2期嘅價位係從6000幾到8000幾都有嘅。依家嘅2期推緊嘅係75平方至119平方嘅2到4房啊。咁最低 total 50幾萬可以上車噶啦。依家見到嘅有3座單位。其中1號樓同埋6號樓就封咗頂，2號樓即將要封頂嘅。咁其餘有別墅喺度起緊㗎。屋苑景色係唔錯，空氣亦都好清新。不過周邊嘅配套就比較荒涼。發展商話遲啲會搞樓巴接駁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嘅，不過未有具體嘅時間落實啊。咁環境方面真係冇得彈㗎啦，尤其係朝早同埋黃昏望住個西江河景，成日嘅壓力都散晒啊！屋苑入邊自己都有搞咗個小超市同埋快遞驛站嘅，咁基本嘅日常用品同埋快遞收件都係頂得住嘅。咁至於話要行街食嘢睇戲嘅話，咁就要去到鎮中心啦。不過街坊中意呢度嘅安靜，週末可以踩下單車釣魚都係好自在嘅。咁另外都要提醒下，雖然家陣嘅北邊仲有工廠同埋村屋啊，但係聽講政府要規劃將磨刀島打造為旅遊區、旅遊島啊，咁話會整翻個濕地公園同埋遊艇碼頭。咁如果真係成事嘅話，第時呢度嘅環境同埋配套都會有好大嘅提升。咁至於價錢呢，50零萬就有交易嘅2房單位。咁對比珠海同埋中山其他臨河嘅屋苑，咁確實係非常之抵玩，特別係距離港珠澳大橋口岸30分鐘車程呢個賣點呢，就吸引咗唔少街坊過嚟睇樓同埋投資。好啦，我哋從高空體驗周邊嘅環境現狀，我哋依家落到地下，從地下嘅視角睇翻我哋最新一期嘅花園啦，就喺我哋面前啦。最新一期佢叫鹿鳴苑嘅，咁面前呢2座呢，一個係6號樓。依家示範單位都喺6號樓嘅8樓嘅，跟住仲有我哋1號樓嘅10樓嘅示範單位。咁我哋依家上去睇下嘅示範單位嘅一個格局同埋景觀如何。電梯上嚟呢係10樓啊，1號樓嘅10樓實體樓，我哋示範單位都係喺實體樓嘅。電梯間出嚟嘅空間區域呢都好闊落下，比較舒適啊。可以見到啦，包括佢用嘅瓷磚裝潢啊，感覺都過得去嘅。咁我哋先睇下個細積先，最細嘅積係75個平方嘅，75平方其實做咗2房嘅，一層就有5伙單位。我哋先過嚟睇下呢個最細嘅一個積先。咁佢呢個係一個創意樣板間啦，入到嚟嘅右手邊就係一個好大嘅採光面同埋鞋櫃放置嘅地方啦。創意樣板間開放式嘅廚房，呢度就係廚房嘅一個空間，包括我哋一個呢個窗台採光都唔錯嘅。餐客一廳嘅格局
包括埋佢呢個通鋪嘅一個做法封咗個陽台嘅位置，通鋪咁做翻出嚟。咁呢個朝向呢，佢係朝東北向嘅呢個細積嘅72平方嘅戶入，呢邊呢都一個好大嘅落地咁嘅一個採光面啊，整體嘅。依家賣緊嘅係1號樓後邊嗰一座啊，即係75平方嘅係賣緊嗰邊。我哋先過嚟睇第一間房先，第一間房即係客房啊，或者係細房間呢邊一個咁嘅格局同埋嘅空間感啊，就唔算好大，但係都過得去啦，因為佢係75平方。再過翻嚟睇我哋大少少嘅房間啦。先睇咗我哋嘅衛生間先，75平方做咗一個衛生間啫，咁2房一個衛生間啊。跟住再過翻嚟睇我哋呢個主人房大房間，都比較闊落嘅，即係相對於75平方嘅一個面積段嚟講。跟住佢做咗一個7字形嘅窗台啊，7字形嘅窗台呢個位置都大概有1.12米咁嘅一個闊度，都比較舒適嚇。呢個朝向呢，佢呢個1號樓嘅可以睇到江景嘅，即係目前可以睇到江景，幾靚下嘅，視野都係比較寬闊。咁我哋再睇下大少少嘅戶型先，大少少嘅係99平方，係東南向0405戶型，好似呢個門咁都係嘅交樓嘅一個標準3合1嘅防火門，同埋密碼指紋鎖啦跟住呢個99嘅積，佢都係3房，入門嘅左手邊就係一個鞋櫃嘅放置嘅地方，同埋一個採光面。跟住過到嚟係廚房，U字型嘅廚房都有明窗嘅，廚房都有明窗，同埋可以放置嘅雪櫃位呢係好闊落下，已經係接近1.2米嘅，比較大啲啦。跟住過到嚟佢嘅餐客廳啦，佢呢個客廳就即係餐廳位啊，又好似唔好放喎，因為呢個點解咁窄嘅呢個餐廳位？呢個牆身呢度就有接近2米，但係即係你放張台之後呢，你從呢個位行過嚟入房間嘅區域呢，就好似會卡住咁嘅。呢度就客廳啦，客廳又中規中矩啦，就唔係話好大。因為佢有99方啊，出到嚟睇翻我哋嘅陽台，陽台實質都 OK 嘅，因為佢嘅深度有2米闊度呢有5-6米嘅，即係大細就 OK 啦。呢個係東南向嘅咯，就目前都仲可以睇到光景好似下邊嗰個位，佢依家起緊嘅一個別墅嘅區域咁嘅。我哋再睇下房間嘅一個格局，3個房都喺埋一邊，2個洗手間都係喺呢邊。呢邊呢個一個公衞啦，公衞嘅洗手間，公衞嘅洗手間都唔係好大喎。跟住我哋再睇下呢邊呢個主人房嘅洗手間，主人房嘅洗手間呢，同公衞差唔多大嘅，不過呢，佢就洗手盤就做咗喺側邊，就所以會顯得闊落啲。我哋先從細嘅房間開始睇先。呢個公衞隔離呢邊呢個就係最細嘅一個房間啦，係陽台房嘅房間。採光即係勉強啦，因為佢有牆體擋住咗，採光勉強 OK， 就唔係話好好，但係都過得去。呢個就最細嘅陽台房啊，陽台房過嚟呢就係客房啦。客房就算闊落嘅，不過佢始終係99平方，總感覺嘅得房率唔係好大。採光面 OK， 跟住目前嘅景色係 OK 嘅，就唔知以後前面呢塊地會唔會重新再起高樓。我哋再過嚟睇翻主人房，主人房呢就比較靚嘅，因為佢入嚟就係一個洗手盤嘅位置啊，就好似感覺你喺主人房自己化妝或者係打理一下嘅儀容儀表都非常之好，空間感都 OK， 就唔係話好大，
但係過得去啦。跟住採光面係好充足嘅，因為佢窗台嘅位置都比較大。跟住呢邊就另外仲有一個窗台呢個位置，即係除咗個大嘅採光位嘅窗台，呢邊仲有一個細嘅窗台。呢個係99平方嘅，我哋再嚟睇下一個大啲啲嘅。啱先就睇咗99方啦，99方咧佢又分橫廳同豎廳嘅。啱先我哋睇過係一個豎廳嘅設計，同樣都有橫廳。咁99再向上一個積段咧，就係110平方啦。同樣嘅設計，佢都係3房一個設計嘅大3房啦。我哋入嚟睇下佢呢個創意樣板間嘅，依家係做好咗110平方。呢個戶型嘅空間感啊，因為有我哋嘅10平方落地窗，睇翻我哋遠處一個景色，山景又有啦，河景又有啦，別水景又有，所以空間感非常之寬落。大落地窗配翻我哋8米長嘅電視櫃設計啊！咁呢個電視櫃呢，你唔放電視，你中意放你自己嘅獎牌、戰利品或者一啲手辦，係咪先都可以裝飾喺呢個場面，真係非常之寬落啊！咁佢呢邊係屬於客廳啦，呢個區位呢，其實就係一個餐廳嘅設計嘅，呢個區位可以放到10人嘅大圓台，同埋6到8人嘅西式嘅長台都冇問題。呢個設計係預留咗可以做成排嘅儲物櫃，包括一啲西式嘅嗰個廚房嘅一個用品都可以啦，可以呢個咁係嘛啊？呢個係屬於烤箱啊，烤箱嘅一個設計。跟住入到嚟呢邊呢，先係佢廚房嘅位置啊。呢個廚房同樣呢，成排嘅一個採光面嘅窗。非常之闊落嘅一個視野啦。我哋呢邊嘅一個廚房嘅櫥櫃啊，三件套各方面，跟住一個隱藏式嘅雪櫃位啊，冰箱位隱藏式嘅雙開門做到咗啊。跟住鏡頭你再側翻嚟睇呢個空間感，其實重心啊已經係10米8米嘅重心啦，非常之闊落嘅。咁呢個110方嘅戶型呢，餐客廳真係好驚豔，跟住呢個位其實做咗一個房間嘅，咁其呢個係創意樣板間啦，其實打開咗係做房間嘅一個區域嘅啊。同埋我哋再過嚟睇下工位先，工位係我哋第一個房間嘅側邊嘅位，餐客廳出嚟嘅一個工位。呢個工位呢就唔算好大。再睇翻我哋另外一個房間。房間嘅空間感都 OK，採光面其實佢嘅面積就好大嘅採光面，但係呢，因為佢係夾咗喺流動嘅中間呢個窗，所以佢嘅採光嘅光線其實就唔係好充足嘅。好似我哋依家拍緊視頻嘅時間係下晝嘅3、4點，但係採光面都係麻麻地呢個房間啊。最後睇下我哋主人房，主人房就採光又係 OK 嘅，因為佢嘅一個牆體外立面係喺挨住流動嘅側邊啊，所以就係採光面 OK。睇翻遠處嘅山景啊，呢個預留咗一個衣櫃嘅位置。主人房嘅洗手間套間同樣都做到咗乾濕分離，雖然就唔係好大㗎啦。呢個主人房嘅包括呢個洗手盤、洗面盤嘅，其實嘅尺寸就唔係好大嘅啊。呢個係110平方嘅，我哋再係睇翻119最大戶型嘅積數係點樣。我哋睇最後一個最大積嘅，依家賣緊嘅119平方。咁119平方入門嘅位置呢一塊區域呢，其實都係可以你自己使用㗎啦，因為冇其他嘅戶型會經過呢一個區域嘅。咁比如你可以放鞋櫃啦，同埋換鞋嘅凳都可以喺呢邊。咁入到嚟，首先佢會贈送一個入戶花園，係119戶型嘅入戶花園，其實都已經接近有7個平方㗎啦，7、8個平方，跟住一個大嘅採光面都 OK。同埋佢呢邊同樣都有採光面，即係如果係話採光通風呢，係做得唔錯嘅。
119實質如果算埋啱先嗰個遊湖花園，其實做咗5個房嘅。咁我哋先嚟睇呢個陽台房先。咁既然做得119嘅面積啦，最大積啦，咁嘅房間嘅一個空間感其實係 OK 嘅，都幾大下嘅。呢個係第一個陽台房。出到嚟睇翻我哋嘅一個餐客廳，係一個大橫廳嘅設計啊，大橫廳嘅設計係好闊落下啦，同埋陽台嘅位置亦都係長條形嘅，接近有15個平方嘅一個陽台位。包埋呢邊可以放洗衣機嘅，係嘛？生活空間都有噶啦。景觀呢，目前就過得起噶啦，即係睇光景都 OK 啊，視野好開闊下。我哋依家係10樓嘅一個高度餐客廳、廚房 U 字形嘅廚房，廚房呢邊呢都係有呢個窗嘅明窗，即係採光 OK 嘅預留咗雙開門冰箱嘅位置都幾大下啦，呢啲。再睇下我哋第二間房先，第二間房嘅空間感都係好大㗎啦。跟住採光面，因為佢呢邊嘅戶型全部都係冇做飄窗所以嘅感覺係都會大翻少少嘅。呢邊係第三間房啦，第三間房跟住工位就喺主人房隔離嘅工位呢邊做咗一個分段式嘅一個設計，唔算好大工位。主人房套間喺入邊，採光闊落度都 OK。洗手間，主人房洗手間反而好似比工位仲要大少少喎。主人房洗手間，洗手間同樣有2個窗嘅，採光通風都 OK 嘅啦。咁呢個係依家賣緊嘅香山小鎮最大一個戶型啦。係119，咁我哋今期嘅節目呢就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睇呢條片覺得對你有一定嘅幫助嘅，咁麻煩大家點翻個 like 或者訂閱翻 Tony 嘅有一講一頻道啦。如果大家仲想睇其他屋苑嘅話，就歡迎喺評論區講低。想了解呢個屋苑嘅更加詳細嘅情況，比如政策或者係首付期分款都可以私信 Tony。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